闹子硬要遮工厂，马干死！这我袂签。中啊！对，恁爸囝私人文化是无差无？啊，你这样讲要签，是无同意就对啊啦。哦，真好。安尼啦，啊，恁老母吼，我请你照顾，好不好？我你啦，这样子哎，你好啊，做咩好大的啦？你啊，哎呀，这两个做恩人的呢。快！